欢迎各位学员继续来斗阵学台语白话字。咱即讲呢是要来讲即个台语的基本的声调，台语的基本的声调，本调的概念，即个声调，啥物是声调？决定台语的声调有啥物款的因素？这咱大先先了解啦，决定着台语的声调，主要有3个因素，第一个呢，就是伊的频率的变化，迄个频率的变化，伊频率是悬还是低，还是为悬变来低，或者是为低变来悬，啥物叫做悬，啥物叫做低？咱若听起来，即个较低沉，迄种呢，迄就是频率较低啦，譬如讲低、悬，即种是较低的频率。你若较悬的频率呢，就听起来较尖、较插耳的，滚滚，像即种呢，这是悬的，你若是变化，有诶是会升起哩，有诶是降落来，伊诶频率啊，譬如讲若升起咧，滚，若降落来，滚，像即种呢，就伊诶频率的变化。这是决定咱台语的声调上主要的第一个因素，就是频率的变化，过来，时间的长短嘛会影响到即个声调听起来无共。你像讲滚第一声相对较长，滚，你若骨骨骨，像这所谓的入声第4声，入声的时阵着时间变较短，所以即个时间的长短嘛会影响到声调的无共，过来音量的大细，音量的大细呢嘛会互咱听起来迄个声调听起来无共，你像讲滚，台语的第2声滚，第2声音量就较大，你若滚困，像这滚啦，也是讲困啦，第3声呢，伊的音量相对来讲就较细，或者是入声即个轻声啦，譬如讲做人，甲做人，就无共啊，做人，这个轻声，声音就变较细，像即种呢，音量大细嘛，影响到声调的无共啦，总共一句呢，咱台语呢，伊的声调无共，就是即3个因素综合起来的一个变化啦，即个频率的变化呢，这伫现代呢，你若透过一般电脑的仪器，透过软体呢，譬如讲像这 speech analyzer，这软体呢，伊就会当测出讲，咱台语的即个声调，伊迄个频率的变化是啥物款的型啦，大概呢，量约来讲呢，像这就是台语的无共的声调，伊用即个仪器咧测起来，大概就像即种的即个型啦，接续呢，咱就来讲，即个台语到底有几声？有诶人讲8声7调，啥叫做8声7调？到底是7个声调还是8个声调？当然，咱过去有8声调，咱即摆讲诶声调有几个是记诶本调无包含变调若敢若单纯本调，就是单独念迄个音节，念出来伊诶声调是啥？迄就是本调，咱一般来讲8声7调是记，因为咱其中有一个第6声已经消失去啊，本来有8个声调，但是因为碰见一个剩7个啦，这是以南部优势腔为准来讲的时阵是安尼到底是第几个基本的声调？咱即下就来看一下接续呢，咱来看台语的声调即张对照表这呢，咱甲传统的现代搁 IPA 伊安怎来描写咱台语的即个声调，咱就做成即个表，互咱较好清楚较好来区分即个咱爱先知影，要讲到声调呢，咱有2个概念爱先了解，一个是调类，调类，声调的种类，搁一个是调达通 value 调达，即2个是无共的概念啦调类就是伊分类，伊的种类，
伊分地几种，迄只是共分类尔，就亲像讲咱分查甫查某，啊是讲分做啥物款的即类别咱台语呢伫遮呢拢总传统上8下，但是第6声已经无去剩7下所以呢伊分做滚、滚、棍、骨、滚、滚、骨即7种的即个调类你若干若看即讲第1声、第2声、第3声你若干若讲照这顺序，你着毋知影伊的实际伊的物理性质、伊的频率的变化是啥。所以呢，你若要知影伊的物理性质你着爱阁有一个调达。调达就是迄个声调伊的物理性质的描述譬如讲伊是频率较悬的，还是频率较低，频率是升起来还是降落来伊的频率变化是安怎？这就是个调达伊实际上伊的频率的变化咱即摆看觅呢咱即个滚，这是传统的呢，咱叫做第1声传统上叫做第1声嘛定定用滚来做例搁来滚，滚这是第2声，滚第3声，骨第4声，滚第5声搁来第6声呢，因为放紧但是呢，咱即个顺序呢，共款拢总号码的啦。所以即个第6声呢，通常咱若要念的时，拢会用第2声来准就是滚，用即个来甲准做第6声安尼念的时呢共款咱维持念8个搁来滚，这是第7声，骨第8声咱搁念一届咱用念8声的念法就是甲第6声甲念做第2声，安尼拢总念8下滚、滚、滚、骨、滚、滚、滚、骨这是8个声调的调类但是伫咱南部优势腔内底呢，第6声已经消失放紧所以咱着伫南部是无即个这个呢白话字的符号内底呢咱看即纸滚毋免特别的符号伊无特别符号啦滚滚伊是撇安尼撇做安尼，这是伊的符号搁来滚拄好撇做即个形撇即形的，这是滚第3声。搁来第4声骨嘛免特别符号搁来第5声滚敢若一个火山爆发一个箭头安尼滚，这是第5声第6声就甲第2声共搁来第7声一支扁担缓缓滚滚，敢若一支扁担共款搁来骨第8声骨为顶头直直直落来敢若迄个直直安直落来骨，这是第8声骨第8声咱即摆来看觅呢即个调达咱则搁来详细补充说明啦即个调达呢，咱拄则也讲调达就是伊的即个声调的物理性质，特别是伊的频率的变化的情形啦这要怎样看呢咱则来看即即支乌乌这呢，这是一个敢若电报条安尼一个参考的坐标啦咱若甲即个呢甲分做5等份，下骹是频率较低顶头是频率较悬的哆来咪发嗦1 2 3 4 5甲分做5等份的即个频率用哆来咪发嗦愈来愈悬你若甲分做5等份呢即个咱即个滚呢，第1声呢，伊的数字的调达，咱会甲写做数数，伊的意思就是啥呢就是伊出现甲结束伊出发甲结束拢是差不多发，就差不多4只，为4出发甲结束嘛是4，所以咱会写做数数4就是讲伊的频率的变化呢，大概呢，若5等份内底，伊是第4个只第4只出发甲结束拢差不多是安尼这表示伊是一个平水平就 level tone 平的即个声调因为伊是较悬嘛4算是相对较悬的，所以是悬的搁平的一个声调啦高频的声调的意思伊的物理性质是安尼这是数字的调达，数数的意思是安尼。你IP 的调达就是用画图的方式
伫 IPA 内底呢，伊就用画图的，就像安尼，伊就画即个图，互你较好看，就讲伊的频率就像即条红线安尼，4安尼，相对伫5加，伫5加的即个频率内底呢，伊才是4只均，是安尼，这就是调达，数字甲 IPA 调达的表示方式。咱即摆来看呢，伊即个第一声大概才4啦，当然咱讲的这是相对的位置啦，这咱平时咧讲话的时阵呢，伊这毋是讲遐准，一定拢是伫遐，伊可能会较悬小可，较低小可，但迄是相对的位置，相对来讲均是较悬的，咱台语内底呢有一个特色啦，咱的声调呢，拢是悬低悬低的一个对应，譬如讲均是悬的，佫平的，高平的即个声调，但是呢，第七声呢，均，你来看，伊的调达拄好差不多遮，画起来就是安尼较低，嘛是平的所以均，第一声甲第七声，所以拄好是一悬一低，均，这是咱台语的特色啦，并毋是所有的声调语言拢有即个特色譬如讲像越南话，伊的平 level tone 平的声调呢，伊敢一种尔。所以对越南人来讲，伊若要来学咱台语的时阵伊上歹学的是第一声甲第七声，伊分无啥会出来，因为咱的第一声是较悬，均，第七声是均，一悬一低。但对越南话来讲呢，悬低拢共款，伊拢是如昂，就平迄个声调，分较袂出来，这是咱台语的特色就悬低的差别。过来你也看第二声滚，第三声滚，嘛是一悬一低的差别。你看滚，差不多5/3啦，伊的调达差不多5/3，IP 的图画出来大概是安尼，滚，5/3，第三声呢滚，相对来讲呢，伊的声调较低，所以差不多2/1，伊是一个 low falling 低降调啦，第二声呢，伊是高降调，为悬的降来中央遮，所以叫做 high falling 悬降调。咱第三声呢，滚算低降调 low falling，为低佮降落愈低，差不多2/1的即个所在所以呢，第二声甲第三声是一悬一低的对应的关系过来咱来看台语的第四声，佫有第八声呢，嘛是一悬一低的对应的关系。骨头的骨第四声，我则用一点表示讲伊即个时间较短啦。当然你若伫 IPA， 伊嘛是用一环的啦，但是一环呢，足容易会甲第一声迄一环三无差清楚，到底你是偌长，是较长较短，是差偌济，所以我用一点来表示讲伊就较短，安尼较好区分啦第四声的骨大概它中它伫3只啦，骨你若第八声呢，咱台语第八声呢，骨罗针骨这咱南部优势腔保留了较好，你若中北部可能就保留了较无遐好势第八声呢，骨是较悬的，伊是悬的，伊频率是较悬的骨罗针骨所以你若看4甲8，拄好是4较低，第八是较悬的，一悬一低安尼差别即个第四声甲第八声呢，咱传统上甲伊叫做入声就是时间较短过来，咱台语的入声佫有一个特色，伊的韵尾呢，罗马字伫写时，伊的韵尾呢，一定是 P、T、K 或者是 H 即4个其中一个你若是入声，一定是 P、T、K、H 即4个字母收尾伫韵尾遐。这咱爱知影入声伊的特色是安尼即个过来呢，第五声第五声即个嘛介特别咱台语呢，第五声呢，过去针对第五声的描述，大多数拢是用1字啦
加加升起来安尼一字加加升起来毋过呢其实呢，你若咱即摆较近代根据我的测验啦就讲较近代呢，较少年辈其实拢是213差不多213211212还是讲213的即个，就是落去搁起来的即个声调的即个频率的变化近代第5声大多数拢是安尼真愈来愈明显啦当然这到底是啥物原因造成的呢？这咱还佫需要去苛刻啦总是呢咱即摆呢若针对着即个第5声的部分呢可能咱是用安尼来来甲看来甲学习会较好滚滚伊是降落去安尼落去佫起来，落去佫起来滚大多数即摆拢是安尼差212还是213安尼一个现象滚好这是咱台语的即个7个声调啦来咱即摆佫位头佫听一届滚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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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这当然咱这是用南部用台南高雄这较优势腔来发音啦好即个咱拄则讲的这是咱台语的基本的声调啦过来呢咱就来讲即个轻声咱台语的轻声咱台语有即个轻声，但是轻声伊通常无列伫即个本调基本调迄7个内底伊是另外来算啦轻声呢咱即摆来注意甲看即2个无共即个呢，即个后日后日照一般的变调佫一般的念法佫一般的罗马的写法的后日下面即个呢后日后日咱也有2个海分呢2环呢这呢2环后壁即个就是爱读做轻声这爱读做轻声后日咱轻声有一个特色即个读做轻声了，伊的头前一定是读本调后这是读本调后日这是轻声即个呢原底是读日安尼轻声的时阵呢伊就安怎声音会较细过来伊会小可升第3声还是升第4声安尼就较细后日日就变日就较细较升第3或者是第4声过来声音会变较细若顶头即个呢后日即个照一般的变调的规则啦即2个有啥无共伊的意思是无共的后日是改天改天啦另工的意思啦安尼后日呢就后天，就是明仔载佫过后日后天所以这是无共的咱台语呢即个轻声伊有语法的功能啦伊的语义是会无共的。通常呢读轻声迄个拢毋是重点读本调的才是语义的重点，语义的核心读轻声拢是咧共装态的尔，拢咧修饰的尔啦，伊较毋是重要的。所以你也看后日即个日子呢无重要啦后，所以就是后就是明仔载佫过迄个后所以就是后天就是明仔载佫过迄天就后天安尼也是后日日日是照一般的本调来读所以呢即个就变较无遐重要，是日本调是较重要，所以就是迄个改天某一天改天另工啦倒一工咱毋知这是伊即个台语的一个轻声这是轻声的部分过来咱台语的即个声调呢有所有的第9声咱若听有人讲台语有第9声有的人讲毋是讲敢7声尔就算加上轻声嘛8声是安怎佫有一个所谓的第9声即个第9声是听起来像啥物货原来呢
这地高声敢若出现伫变调尔啦，哈，伊敢出现伫变调啦，本调是其实袂存在啦，哈，譬如讲，昂昂昂，即个物件昂昂昂，昂昂昂昂是本调，啊昂第五声，昂昂昂，即个是你看昂昂昂，哈，即个有变，即个嘛有变，敢若上尾即个无变，啊变的时阵，即个甲即个佫无啥共。虽然呢，昂，即个是啥？伊小可仔升 high rising 啦，悬悬啊，佮升悬去，高声调啦，算是高声吼，高声调，为悬悬佮升较悬去哩，啊，这是昂昂昂，这是第九声的特色啊。啊，佮来青青青青青青青，啊，青青青，啊，伊嘛是佮升较悬去哩，啊，是讲金金金金。金金金，啊，这拢是第九声。啊，这第九声的符号呢，到底要飘也毋飘，当然这在人诶，吼，有诶人毋免飘啦，你着照原来的，啊，比如讲昂昂昂，你着照飘这原调就好啊，昂第五声嘛。啊，你伫读诶时阵，啊，只要台语是母语诶人，伊自然就变调，变做昂昂昂，啊，当然啊，有诶人是感觉这第九声伊要特别甲飘出来。啊，譬如讲，话伊用即个符号，啊，一个碗公伫顶头，啊，有诶人有用无共诶符号，啊，来表示第九声，啊，当然这着在人诶观点啦。有当时啊，你要特别甲标记讲这是第九声，啊，你爱甲读出来，啊，譬如讲，你若是写一个台语诶小说，内底要特别甲强调讲，伊即个腔口伊才有发第九声，当然你甲标出来嘛 OK 啦。但是若是一般诶情形之下，啊，我诶见解是讲，你照原形伊诶本调咧飘就会使啊，啊，毋免特别飘第九声啦，吼，啊，这种互大家做参考啦，吼。啊，这是即个第九声诶部分。啊，过来呢，来咱再来练习一下即个台语吼，即声调吼，八个基本声调吼，实际上剩7个啦，吼。啊，咱来练看觅，咱用无共诶例呢来读看觅吼，啊，帮助咱遮个学员呢会当真紧来分别即个台语诶无共诶声调啦，吼。来，咱第一声吼，就照即个顺序啦，吼。滚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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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吼，咱这是用共一个韵，但是声调无共，吼，来做区分吼。来，咱搁听一届吼。滚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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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吼，这是台语的八声吼。啊，过来，有诶人呢，会用无共诶即个口诀来记吼，帮助咱记啦吼。就讲啊，咱若拄学诶人呢，这无共诶声调要哪记会出来？吼，咱有一寡口诀诶时阵呢，会当帮助咱记。啊，来，咱即摆呢，咱用即个三底裤衩，人爱偏直，吼，这来甲咱斗记吼，伊诶口诀。吼，这衫呢足底，裤足快，人足矮，鼻仔足直诶。吼，咱用安尼来甲记啦，吼。来，咱做伙来念一个吼。衫底裤衩，人矮偏直。吼，来过一届吼。衫底裤衩，人矮偏直。哦，这是衫底裤衩，人矮偏直诶口诀吼。啊，过来，若对着即个囡仔呢，伊诚喜欢即个动物，咱嘛会当用即个动物呢，八个声调诶动物来帮助囡仔来甲记起来。来，咱看觅吼，狮、虎、豹、鱉、猴、狗、枪、鹿，过一届吼，狮、虎、豹、鱉、猴、狗、枪、鹿，这是用8只动物来表示伊诶声调吼。过来，咱搁另外一个口诀帮助咱来记啦吼。
咱讲啦，即摆啦，风台天呢，风得假，线拆开去，裙着扭好，帽仔着落互条，风假线拆，裙扭帽落，来，咱做伙来念一个风假线拆，裙扭帽落，真好过来，咱即摆呢，咱拄则有讲台语的声调拢是一悬一低，互相对应的，这是真趣味的一个现象啦，咱即摆来看觅呢，台语互相悬低对应的，咱过来复习一下练习一下，来，第一声甲第七声滚滚，搁听一摆滚滚，一悬一低滚滚，过来第二声甲第三声，水咧滚，甲木棍，柴箍即个木棍，滚滚滚滚，一悬一低，滚较大声，滚会较细声，过来第四声甲第八声，骨骨骨骨，第四声甲第八声嘛是一悬一低的差别，过来呢，咱即摆来讲即个入声的平字的即个规则啦，这咱伫即个进前咱嘛有讲过，伫遮咱搁复习一届啦，伫咱台语的入声呢，咱拄则讲第四声甲第八声，算是入声，第四声甲第八声入声，入声呢，伊的韵尾一定是 P、T、K 或者是 H 来收尾，韵尾一定是即四种的即个主音，的其中一个，伊即个呢韵呢，比如讲第一声，伊若要变做入声的时阵，伊的变化，嘛是安尼伊若 M 做韵尾的呢，伊变做入声是一定变做 P，像讲 am 变做 up，也是讲 im 伊会变做 ip，就是韵尾像 M 的呢，伊变做入声一定是韵尾当变做 P，过来 an，伊韵尾若是 N 呢，伊变做入声时韵尾一定变做 T，因为这拄仔伫语言学顶头，因的即个语音的特色是共款的，因的发音的部位是共的啦，所以 an at an at，伊变入声时一定变做 at，变做 T，过来 ang，像讲 ang on ang 呢 ng 韵尾的时阵，伊若入声一定是变做 K，因为这是软扩音，顶头的软扩音ang ak，若是后壁无韵尾，敢若一个核心，一个母音伫遮尔咧，后壁无韵尾安尼伊入声时一律变做 H，即个 H 是一个 glottal stop， 就是咽喉塌音啦，咽喉塌音就是向爱动起来，stop consonant，glottal stop，即个第四声时就变做安尼，这是即个台语的即个入声的一个规则啦，安尼呢，咱就综合起来咱母音、主音佮声调拢介绍完啦，就基本的概念咱拢有啊。即摆呢，咱要甲斗起来，语序来拼写，咱即摆呢爱注意有几项爱注意的。第一就是咱咧写的时阵呢，咱要写白话字的时阵爱标本调，原则上是爱标本调，袂使标变调即个本调是用每一个音节单独念的时阵，伊的本调过来呢，第二个爱有音节的符号，一个海分伫咧当然即摆有的人主张讲这海分要摕掉。这海分有也无，拢为优点欠点啦。伫遮咱着暂时时间有限，咱无要讨论，未来再搁专门来讨论这但是咱即摆讲的是，传统白话字，咱是爱有即个音节的符号，一个海分一环过来第三点呢，即个声调符号呢，
原则上呢，飘伫韵母的核心顶头，就是 a i u o a 遐迄个核心，原则上飘伫遐，像讲怪啦，也是讲悬啦，原则上飘伫伊的韵母的核心顶头。毋过呢，有一寡情形是例外，后壁这就是个例外的时阵，韵母若是双母音，有即个儿出现的时阵呢，爱优先飘伫儿顶头，像讲花甲我，为虾米若要飘伫这顶头？因为咱白话字是当做文字，飘伫这较水啦。虽然讲像讲花 A 是伊的核心啦，较红声的所在，但你若飘伫这变成会动头轻啦，会感觉讲无在啦，视觉看起来较无遐顺啦，所以为着美观，咱会飘伫这，这时阵 O 伫这其实是介音啦，所以呢，你若有 O 出现时，优先飘伫 O， 就是飘伫这个介音这，比如花我，安尼就看较水，过来第五个，韵母若是双母音的时阵呢，有伊出现的时，就爱闪开伊，亲像讲有啦，过来位啦，拢爱闪开伊啦，因为伊顶头有一点圆圆啦，你若搁要撇伫迄顶头足歹看，无遐水啦，所以嘛是为着美观呢，会闪开伊，以上呢，即五个是咱咧拼写的时阵爱注意的基本的即个事项啦，咱举例，譬如讲暗木粿，这暗木粿，有人讲九丁粿啦，暗木粿啦，暗木粿呢，咱要怎写？暗木粿暗，像这呢，伊的本调是暗第二声，过来暗木粿木，第八声，过来粿，像安尼呢，咱拢拼伊的即个本调出来。有人讲，哇，这咱台语有变调呢，要怎找出伊的本调？基本上，咱若是母语是台语的人呢，真简单，你着甲做一句，你着做讲像讲暗木粿暗，你自然即个着读本调出来啊。暗木粿暗，安尼这就是第二声，所以遮你来调第二声的符号。过来暗木粿木，你自然你着甲用伫一句话上尾位置，安尼迄个音节原则上拢是读本调啦。这是咱台语的即个特色所以这个暗木粿咱着安尼拼就对啊过来菜头粿嘛是菜头粿的菜第三声，所以咱要拼菜第三声菜头粿的头头这第五声，所以这着写第五声菜头粿，你海粉接起来当然这个海粉呢，有当时有一寡困扰啥物时阵要接，啥物时阵毋接。但大原则啦若是两个音节或者是三个音节，拢甲接起来。若统计起来呢，两个音节有海分的几率上悬啦，过来三个音节啦。就你若有两个音节，原则上拢甲先甲合起来，拢甲接起来，拢甲迄个海分甲加落去，安尼就无毋对啦好，以上呢这是即个基本的即个语词拼写的注意的事项啦上尾呢，咱若是要写规句规篇的即个时阵咱阁有一寡标记的一个原则啦第一，就是第一即个全罗书写，就是全部用白话字来书写的时阵呢，咱爱比较英文，甲英文共款每一句的第一个字要爱大写，过来爱用半形的英文的标点符号就甲英文迄共款伊的标点符号是半形的。过来结束是用一点，袂使用中文迄个句点爱用一点安尼点一点安尼安尼若是汉罗汉字甲罗马字难要写台文即种汉罗书写的台文呢，安尼标点符号就比较中文就是用迄个圆箍仔迄个句点句点，安尼会较水这是基本的一个规范啦过来人名地名阁有机关一寡遮专有名词呢。伊头一个字母嘛爱大写专有名词的头一个字母爱大写，安尼人较知影是专有名词啦以上这是台语的声调，阁有伊伫书写基本的较定看的一寡规则要注意事项啦好接下来呢，咱就来试读看觅呢咱试读看觅呢咱用全罗的即个作品来试读看觅呢咱
来试读即个讲推仔龙找妈妈讲推仔龙找妈妈即本是囡仔的即个话本伊除了标题有汉字之外，剩的内容内肉呢，拢是用白话字来写的伊这呢有出纸本，嘛有出即个网络版，佫有附声音有 QR code 咱若有趣味会当上网络去看嘛会当去网络册店买有纸本嘛会当买转来参考咱来读看觅咧像讲这呢这是一个囡仔故事短短尔但是因咱时间有限，咱着干练习几句就好啦伊讲有一粒卵破去是啥你看有一开始爱大写，有一粒卵破去破去这是有轻声，这个去伫遮是有来轻声有一粒卵破去第三声这是完成式完成式是啥你看这标点符号拢是用细形的较细的半形的甲英语共款的即个标点符号佫来伊讲原来是讲推仔龙原来是讲推仔龙原来你看两个音节咱就hyphen加落去，原来是讲推仔龙佫来这讲推仔龙呢伊就开始伫遐行看到即两只 dinosaur 呢就甲伊问伊讲你足大个呢，你敢是我的妈妈即只讲推仔龙就伫甲伊问你足大个呢，你敢是我的妈妈即只呢伊就回答讲我两只骹，你四只骹，我是刺龙，毋是你的妈妈因为即只讲推仔龙呢，伊有四只骹，但是即只刺龙呢，伊敢两只骹尔啦伊敢两只骹即两只是伊的手较细退化去剩即两只骹较大只所以即只刺龙讲我两只骹你呢讲推仔龙，你有四只骹我是刺龙啦，我毋是讲推仔龙所以我毋是你的妈妈这是即个讲推仔龙找妈妈的故事啦当然后壁佫有，但是咱时间有限则欢迎各位会当家己买册，还是讲上网络咱嘛有网络版本会当去继续来做练习好，咱即集就先讲到遮，再会。